歌曲呢，描述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赏识？屏东，高一路谈小月高雄，我要示意关区高雄。林东也咧提名嘅由来同乜嘅通不有关系？你为什么会想到乌龟？为什么？乌龟它有鳞片啊，然后乌龟有鳞片，乌龟只有龟壳，好不好？这是穿山甲吧？六队下比赛，呛下一下。哎，不要让姐姐啊！绝对不会让姐姐，年轻才是本钱。路上跳跳河，怕这个承受不了，那制作人还特别承受。还有其他你叫他小三，那是大三。你看大小只差那么多。他有自己协助，这次会变这只小只的。莫冲过的心脏，闹热打你台，闹热向下来，闹热。哎呀，上礼拜遐你6队300元的音乐费，音乐费下礼拜6队300元的重劳费。欢迎别跳伞。对，哎呀，按多赢啊，懂音通懂演，嘿，有上瘾啊，嘿嘛。好的，马上来进行体育单元来。亞洲嘅進行今日體育單元係好多。六隊指什麼？歡迎嘅來賓還有3名觀眾。呢4隊裏邊啊嚇，4隊啊嚇，4隊啊嚇。誒，你也對6隊有嘛了解冇？冇了解。五年滿號啊！你啱好6隊嘅發動宣布已接走咧。哎呦，明明係突然嘅人群。你懂嘛啥？你家係啊，他逮到突然啊！你才不秀吧？哎呦，佢拖原因啊，佢接去嘅咧6隊哦，唔同佢搶生意啊。冇聽從啦。對啊，嚇，當然滿6隊嘅一天要搶到專家來。你係3B專家。專家嚇，對啊，因為傅亞明先生咧，佢係咧竹田鄉嘅鄉長。鄉長，啊旁邊啲鄉長副議，鄉長隔壁連沙，啊鄉長嘅來，你講你來啊！哦，所以3B專家對6隊非常的了解，哦，按照搶佢出題，嘿，冇錯，搶出題哈，啊，太極啊，有15秒嘅時間哈，都得回答哈，下在排檔哈，15秒聽聽哦，15秒，積分最高的哦，都得帶到紅包5000元。好，先來搶你的 TV， 傅亞明先生。請問6隊也個名稱很容易來嘅選擇題：1. 朱一貴時間；2. 林松文時間；3. 戴秋春時間。請回答。15秒嘅時間開始。來，好嘞15秒，啊，按鍵，哎呦，有沒有按鍵？哎呦，不是說都對6隊不了解嗎？對啊，厲害了。哎，等一下，請15秒後再舉牌哦。筆畫多的應該可以加比較多分吧？兄弟死啊！那只是你多此一舉而已，好不好？好了，好，時間到。好的，時間到，好。來，先嚟看，搶欣賞肥他。朱一貴時間。西隊都帶到1分。對，恭喜！恭喜哦！也係對有嘅1721年嘅吼，同時 TS 1721年，1721年，我有個200-300年前，同時300年前，同時60年嘅時間，發生一朱一貴事件，還有嘅土橋員，攏係台北客家人，同一朱一貴呢去帶有台南省副省，有人講萬人先打到呢，攏萬人做皇帝。結果土橋人帶有嘅客家人先都有嘅台南副省，但係呢朱一貴因為帶人嗰度，而反悔，都開始去就話有嘅土橋人而條滅嚇，土橋人都照顧到我哋一隊，佢喺度成立咗7陽，7陽，係
第一个我哋要嘅台中聯絡列出曬，如果要保護要嘅地方，所以呢我哋6隊嘅時間呢，如果都要開始。哦，從這6隊開始誒。哦，了解嘛。咁係個題咧。那你補充一下，因為注意過啦。嘿，對，因為有個時間啊，因為有嗰種6隊的先民啊，就因為呢精忠報國是嘛，就呢保家衛國嘅概念，它叫做犧牲的嘛，很多客家的先民。故事提嘅竹田鄉嘅喜事啊，哈，就可以看得到一個係忠義祠，也裡面像對，一定3棒眼的嘛，對，他們供奉裡面的是我們的義民也、義民居。那除了這其實不是說只是一個祭堂而已，其實是以雙貢香港的6隊嘅一個精神，對，當時那種士師要出征的那個感覺，海龍就都一直環繞在裡面，保家衛民的。對，所以每年的春季跟秋季，然後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舉行這個祭典嘛。佛像他們有行啊，佢哋都6隊行了。阿勇沙雷下一題，你個車可以等下，先讓你聽數一下哈。來，睇下看一下嚟啦，不用誒，可以搶。好。第一問題呢，就會6隊踢棋哦，哈，那一棋它的涵蓋的範圍呢，就是一個踢架最大呢的選擇題，1前隊，2左隊，3係右隊，4就係前鋒隊，請作答。15秒，係。那個有線呢？那看起來風色係最大嘅，看唔到誒，看唔到誒，那2位太矮了，可尊重他們一下。懂了。那有看清楚嗎？不要只看我而已哦。還有看到嗎？比面積的話，跟吉娜姐比較大的哦。那你選5啊，選5啊，選5。時間到。好了，好，來。好，可以，見到了，看大家的答案就是有3是右隊，4是先鋒隊，2是左隊，要恭喜，哎呦，很聰明呢，3，右隊，你是想說這邊是右邊對不對？來，給我解答啦，就是右隊，右隊啦，紅色嘅來棋。其實伊包含咧，除了有屏東嘅古書吼，還有高雄嘅美濃旗、三那，還有6鬼，所以它這哦，甲線，對，這邊呢就是屬於是右隊，甲仙香菇嘅一片，嘿，所以這個地區是比較大的。還有他這個有了解咧吼，恭喜其他3個，你嘅張博खे2組還有嘛啥？哦，李魯2組還有小月得到1分。好來，恭喜哈！好來，沙哈人出第3題啦。沙哈第3題係搶彭世軍。好，第3題問答題。屏東縣麟洛鄉有青島青好嘅人才，比方講 SHE Ella， 哦，還有 Julia 彭家飛，還有另外一位係乜人？彭世軍，我幫你做裝腳，嘿，彭世軍，好像沒有的題目，你不能自肥啊！好，請問大家，麟洛有啲地名嘅由來，麟洛同乜嘅動物有關係？同動物有關係哦。請回答。問答題，15秒計時。時間開始。冇現在咯，哈！不要給人家看到，不要給。有些人看那個字可能會猜那個動物誒。像吃架下出來嘅動物嘅名。麟洛我想到嘛？我想到嘛？龍。誒，有條你想，有條你想麒麟。阿勇唔就講了，錯啊唔錯？嘿呐，我以為講答案一點點唔錯嘅呀。我以為講蟾蜍嘛，唔可以啦。答案咩唔對？好，時間到。好嘞，請亮牌。好，唱加油了。真的。總不強，有拍啊，很有默契呢。下長頸鹿。對，你為什麼會想長頸鹿？因為長頸鹿嘅部隊惡鬥。麒麟鹿，麒麟鹿，有合理耶。對呀，你羚羊配最圈有冇？大嘅羽毛球啊，大嘅哦。羚羊配。那羚是什麼意思？對，你那羚什麼意思？旁邊摩托鼠啊，摩托鼠下那意思羚羊配，奧運冠軍。2片，烏龜，你還烏龜嗎？你為什麼想到烏龜？
群说的。冠群为什么想跟乌龟？因为我也猜是日常情路。真的。来同一组，同一组。来。你为什么会想到乌龟？为什么？因为乌龟它有鳞片啊，然后乌龟有鳞片，这是穿山甲吧？乌龟有龟壳，还有龟头，还有龟脚、龟尾，对不对？对。它哪有鳞片？有它的那个颗粒啊，鳞片啊，那个叫龟，那叫颗粒吧？那个叫鸡皮疙瘩。可闻哦。那叫龟皮疙瘩，好不好？有龟鳞片。他回答乌龟啦。乌龟哦。俩西傻，各自都蛮有道理的，心有道理啊。像彭思群，你的关注。虽然大家拢笑連貫橋，唔過正確嘅答案係烏龜。他居然答对了！龟皮疙瘩都起来。你们赶快跟他道歉，冠军哥，对不起。烏龜答對了。今天开始有领了大家。来恭喜！有恭喜领冠军啊！有请一来组得到一分。完全被误导。牙齿 TC 题。沙哈雷 TC 题嘿，样片题，抢台阶看一下样片。我看清楚了哟，题目就在影片中哦。高兴我这标志炮的情可以哈，对啊。好了，抢人你的父亲上出题。今日看到的样片中的酱炮上发通吼，伊迄个人陆队提起的民俗发通，枪门呢，迄去哪一个节庆的时间呢来期盼呢？哪一个节庆期盼呢？抢皮搭，好嘞，是没有个时间抢皮搭。我用看，我说长面吧，有没有写错字吧？考一哈。我这样，那我先写巧骨。好了，时间快到了哈，时间快到了哈。对，帮他们两位哈，还有什么？时间到，是没有抢亮牌，请举牌，抢卡牌。哎呦，西萨某汹涌哟。长夜班，眼舌剑，你有没有讲青夜班哦？眼舌剑哈，你还做眼舌剑，两片黑抢菇，片张青夜班，抢菇嘿，意思那个是台东才有，对不对？那个是恒春，一个恒春宜兰也有。但是我刚刚看到上面有冲日记啊，有啊，嘿哦，昨天开双喜啊，你有看到有人在当杯哈？看到，哎呦，但是李佳说他觉得应该是竹炮节呀，竹炮节有这个节吗？有两个节，两边的中元节，中元节，为什么是中元节？因为刚刚和样片拄好有看到懂得旗子。旗子那个懂得这种后勇踢拜地方上面有那种旗，超挺好，他看到很多招魂旗啦哈，他俩还组了一敏记，一敏记好像也蛮有道理。一敏记会都有旗的喜符吗？翻译，是一个节庆，你可以讲华语。对啊，去搞讲，我去搞翻译哈。一敏记不是会有很多猪的屁股吗？有齿猪鸡的喜旁边呢，可能在顺风啊。冇听到啦，冇听到。唔怕唔是团他人，你抢你的父亲上来。好了，来公布答案。正确的答案是眼手剑。恭喜皮鞋，还有皮鞋呢，得到一分。所以眼手这也属于长夜班都差嘅。长夜班啊，中南我有安尼发通吼，因为呢，我哋陆队吼，我哋陆队主题呢，一般讲昌顺公家下带过来嘅。郑成功。所以呢，因为伊哋去保护也要天王呢，每个家天王过睇唔咩？唔如我有安尼，你万一有天然去过来时节，唔去总把个自炮呢，即上去打比向。同地講下個也會天然已經，係啦，信號燈，有時講要天然已經來要打嘅，按你帶下你要注意啊。如果你這咧變成係一個民俗嘅法通啊。民俗法通一個來源緣由就出來了，他搶菇，還靠招魂旗嗎？主攻好得冇。對，好，恭喜啊！大家了解了哦，張夜班。我來聽題，搶恰可以。好，他跟你選看到呢，可以前面呢不用來個
盘花。他先去克隆腿拿出来哈。请讲，好，那南部一个徐家珍老师才会法，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徐怡锦啊，徐怡锦老师。我的题目来喽，盘花哈，其实听人南部客家总要6对天气啊，哈，这个祭拜嘅时间哈，一种特有的花卉形式。好，接下来呢，我的叙述是错的，要选择错的哦。而且不错哦，我们选出错的哦。那个伐呢，都喺我哋这个院子里面栽种啊，这个路卡弄10个都会伐。哦，就地取材。对，就地取材。哈，有啲拜嗰个伐啊，吼，晒着了。晒泥条晒着了，可以拿一路卡晒神，就有这个净身的效果。三，一个拜拜的法红来插破的时间，我先拿起了，皮可能有熊么，拉拜熊拿去拜神，请做熊做唔得拜。打。好。选出错的哦，哪一个错的？哪一个是错的？到底是就地取材呢，还是可以晋升呢，还是要闻过香以后？漳州的拜神。那为什么你还说这两个有收紧，可是你感觉都有道理。对啊，吃到都清有道理。有道理。梦啊，你瞅到你屁都不熊啊！好，时间到，好了，抢卡牌。好了。哎呦，有一组某 Q 中。心宇，你为什么会选一？因为我觉得玫瑰花、菊花不是家里会种的花啊。它不是每一个都有啊。对。可能七嘎夫卡不是这上面的花。某一厅吧。哦，西族全部某 Q 用嘛。就反正就看家里有种什么花，有种马开花，你是炸马开花的。就地取材，所以你的答案是1，然后其他3个你选3，正确的答案是3。恭喜！这个盘花其实就是来插破纸盒，因为供奉神明，就有点类似就是拜拜要插香一样，对不对？那个是给神明闻的，所以这个花香也是给神明的。对，那是因为这个花，你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卢卡我们会种玫瑰花，我们会种哪法，确实是有道理。可是因为这个是盘花比赛的时候，这才会插这么大盆。对，通常我们一般拜拜的话，都是真的是在家里，对，就地取材，就他赶紧铿锵子他对不对？对，他真的很实际，他已经想到很深的那一面了。对，这好像有上次人家没有拜拜。我都不会有卖个玉兰花，有意思，我们可以拿个玉兰花一掰嘛，做的，做的。有個睇作用那個，擺喺你發，曬走了，曬走了以後呢，裝喺香包地方，可以去淨身。然後在熱水裡面，摸東西都比清香很多。因為也是辦公室裡呢。還有個曬走了也做在泡花茶。也是。不用面嗎？洗澡的拿去浴堂的泡澡，即係佢茶頭茶面這個不長面講到會合到一塊。那今天剛好我們可以帶回家，因為今天是我們錄影時間是7月。因為有我，所以你們要帶回去洗吧。那直接把你帶回家就好了。帶回家更恐怖。每天要洗盤花的。對呀，通常你一個盤法，所選的這個花材一定不會是有毒的，因為不然打鼓一洗身啊，對，全部都是非常安全的。這個中嘅，這個中嘅。下一題來。下一題，請彭世軍。好，下一題，滿答題。嚟咯，嗱，本睇緊嘢。哎呦，好料哎，好料哎。哎呦，這個很好吃。花生豆腐。搶滿。大家可以6對客家傳統點心，飯豆腐，伊嘅顏色，注意看到伊嘅顏色，做乜嘅會係淡淡嘅烏色，飯豆腐，伊嘅顏色，做乜嘅會係淡淡嘅烏色。搶滿也係乜嘅農作物嘅食物。係啊，一般私蟲嘅就看有寬度要種水果。你，情人節的時候，我們吃的不是它這個圓形。情人節，情人果，而且女生超喜歡吃。女生超喜歡。要提示那麼大，對不對？6對客家傳統點心，飯豆腐，伊嘅顏色，注意看到伊嘅顏色，做乜嘅會係淡淡嘅烏色。
走马该黑两种色。题哦，为什么？它是淡淡的紫色，也还反挑挑布哦，走马还不会色。你们自己想，好来计时15秒，来，请作答。闻闻看吗？闻闻看啊，你也闻不出来。我怕被你吃掉了，嘿，很好吃的这个，就是把神的反挑米西啦，它就是反挑。它是跟一个什么东西起了化学变化？嘿，叶香改嘿，有些好，时间到，抢卡牌，有色。好哟，好嘞，评比咯，抢卡牌。哎呦，南部发酵哦，哎。你是看到哪里的花生？它会不会色嘞？啊，是怎么了？你是想到跟黑金刚那个哈？对哦，那个好吃，那个好。我跟平平不会色啦。因为云林有那种各种各式颜色的那种花生，所以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花生的颜色？你应该眼睛要去检查一下医生。可是我觉得有道理耶，你花生什么事？你跟黑金刚那种，它带黑了。嘿，阿里猪黑，黑青。蝶豆花，蝶豆，所以到底是我这蝶豆花，因为蝶豆，所以黑青。对，给他生一个梗就对了，蝶豆花吼。哦，就是你要做的时候，先把你捶一捶，然后你包生啊，对，有用心了，让他们乖一点这样哦。啊，你用煮会用来发酵。跳翻来，跳翻来，跳翻。哎呦，你下哈曼好冇？下哈曼啊，有看到？不要紧啊，慢慢一听。不要紧啊，反正听一下答案就知道了嘛。好，来听一下专家哈。正解就係我哋咧反挑挑夫，因為反挑而表層有嘅反挑皮有冇？而讀到高温加熱之後，它就會變紫色。所以我哋講反挑主角糖，我哋一步，伊嘅顏色就會壓落一層。哦，沒用嘅頭，是黑色素因為是鐵質遇熱變紫色，產生紫色。天哪，所以裡面色素哦，裡面色素太厲害嘞！因為有鐵質，所以它遇熱變紫色，蝙蝠尾色。哎，我们人本身也有很多带斗的一些体质，我们洗澡泡热水澡也不会变紫啊。会，你泡久就会。会吗？2个小时也会变紫。你还泡过久，罗哥？啊，那是起步来的吧？哦，所以没有一个人答对的。哎呀，恭喜你们，没答对。看几个都错。不太难了呀，题目难。太难了啦！太难了。哎，你落一题较简单。好，来，好了，提起题。第一题是音乐题。哎，要接唱泰嘎 Q 阿聪哦，唱。Q 阿聪。也就會變動好素材。他剛剛把故事比英雄更精彩，感動連舞台兩種天之飽滿，中天內部落變頭，終於翻眼流對出現嘅光彩，南風好大，是一陣發。曾經的擁抱，愛上有來意難逃，隨着熱情的步伐，流利文化，傳承客家歷史生活的對話，前代趕來，你為期待，從來從有，愛的南風，紅是哈嘎，品嘗你的自在生活，走給南海。很简单哈，请问一下这首歌谁唱的？不是，冇按简单，抢你的关注可以。好，上后来呢是选择题。选择题。他讲了介绍到我讲到迄个那个地名配上它的特产，如果你觉得不对的，你就选出那个答案，好不好？来，第一个是嘎东。有那个莲雾，松果哈，客家話有講，松果，咩語言？蓮霧拍果，講茶泡，對，松果茶泡。第二个选项是竹田，有
雷梦，雷梦，雷梦，第三个迄条果蔬，果蔬诶，有玫瑰花，请作答。好，3个地点，3个不同的产物，哪一张诶？好来，这些都是正确。我也觉得。好来，计时15秒啊。好来，自己给他讨论一下。7.9秒。哎，他们大夫咧加油一下哦，拜托。好，时间到，抢卡牌。好，好了。你们最后是谁赢了？剪刀石头布那么久。好，2片有3碰1号，3碰1号，哎，平手哎，真的平手哎，够用足。好了，那我要先公布正确的解答，好了，恭喜是不对的是3高树产的是蜜枣，又大颗呢，这是非常对，没走，很甜很甜。那2我要特别说一下，你选的2，其实竹田呢的柠檬是世界第1的。怎么说？我们有我们有那个履历。我们有履历，还有那个产销班，然后还有那个是有机无毒的，有产销班的，所以其实非常多的小农呢，都因为这个柠檬非常非常的优质，而给我们推荐给大家。那我们要跟竹田乡亲 say sorry 呢？真的，不好意思，竹田乡长在这里。下跪。我有看你这辈子应该进不去竹田，你应该接不到那边活动了。恭喜亮竹哈，恭喜，得到1分，各得到1分。下轮下一题，请副警长来出题。阮答题哦，请问也是嘛个农作物的食物？一方面是果实，哎呦，两个不是看过呢，副瓜嘛，对吧？哈，木瓜，也还可能过期的副瓜呀，用不？跟这首歌有关系吗？哎，有关系啊，南部来的啊，南部来，哎呦，太起来看到了哈，开始作答。我们有吃过吗？应该有哦，常常吃，家吃喽，很常看到，家吃了，还是会提示的太明显了。哎，这个一点都不明显，一般丝虫的，看是有宽度要从水果。哎你，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吃的不是它这个圆形，情人节，情人果，而且女生超喜欢吃，哎，女生超喜欢，要提示那么大就对了。你很适合啦，黑木瓜新品种，南部当有哎，黑木瓜，这为什么颜色都不一样？木瓜，因为它有时间到，抢下牌。来，举牌，芒果，青芒果，那两边是没吃过芒果。我有点确定这边的磁场有问题。情人果，哎，情人节会吃，就想要情人，情人的芒果。你给你涂反酸吧，用反酸墙那种。酸，这边用竹堆可可，巧克力，又作弊又作弊。巧克力有关情人节，南部妹有一家巧克力冠军，所以刚刚傅老师有提示啊，哎呀，聪明人。谁没动好是巧克力？有冇个巧克力啊？个谁没动好？正确答案係咪？真可可。恭喜！你的先还有你家8天2组2组得分。哎呀，恭喜啊！更加有嘅同時呢，佢嘅我哋綠隊吼，一個新型嘅山藥，因為種嘅個強嘅樹嘅大下，所以種出來強嘅樹嘅嘛，強嘅樹就比檳榔樹矮，檳榔樹隔壁，強嘅樹個果咩？而家佢強嘅樹有一個空隙嘅，比如這個空隙有種有嘅可可，種嘅呢。更加都變得我哋綠隊個重要一個山藥，所以我哋而家綠隊呢邊呢，按照一個曾志賢先生，一路拿到有嘅巧克力比賽冠軍，世界冠軍，曾志賢世界冠軍，所以有嘅情人節同時呢，變得講俾我哋綠隊更加去推展，包括我哋屏東客家事務處呢，仲可以去推展有嘅可可，
地板宽度呢？对，一个新兴的产业，长知识。哦，对啊，我有看过媒体报道那个榛子，对，我那个巧克力做看着就觉得好好吃的感觉呢，真的。一些片呢，那都前有呢。那柠檬有对对，来你也见过，介绍一下。看到柠檬刚刚一个龟，其实真正好的巧克力，它的品质非常的高，要求也很高，等级也很高，而且趴数越高了，其实你吃的它对心血管疾病是有帮助的。对，如果你吃比较甜的那种巧克力含量、可可含量很低的那种，你把它其实增加身体的负担，或者是厚一些巧克力对身体很好哎，会减轻你的心血管的负担。哎呦，好棒啊！好来啊，恭喜两队哈！好来，沙好来，抢彭世军来，嘿嘿，请问。又有道具。这个是不班田顺，同哪个农作物有关系？班田顺，哎，有试过哦。那头发是班田顺，不是长这样。没有。班田顺，没有。对，很多路边都会有。路边有吗？圆形长。它不是它这个路边已经它化为完形了。植物哇，这个很容易想到别的。哪一种植物？你会想到什么？别的竹笋啊，竹啊，我就想到竹笋啊。竹笋，对啊，金刚但其实它是什么农作物？我会想到一个金刚杵。建议大家往不可能的地方联想。不可能。好，时间到，抢卡牌。时间到了。好了，盖下。好，简单呐。啊，对。槟榔，错，就再讲一下吗？来煮竹子还要你猜吗？干渣有些冲啦，竹笙老竹子没空用的嘛？下身看你想看厉害样哎。你为什么会想到槟榔？因为那个餐厅里有半天笋，对，那个好像就是槟榔的什么花，对，凉拌。啊，你没有叫他，你是找机会过来是不是？也是啦，你没有叫他槟榔叫出来，槟榔叫出来。哦，哎呦，你抢你给关注了，体态他冲不冲？有没有答对的？就是槟榔。有意思，还是帮田来煮得到一分。来解释一下哈，可能帮田顺啊，可能这片很多槟榔心，槟榔心，对，平常时以后就会因为槟榔属狗狗咩，有上啊狗狗，所以可能拢只田档嘛，可能拢可以帮田顺。我是到伊的时节，平常时唔多，我是到伊等到北风菜。過後，伊個樹會倒下來，伊冇辦法再做誒，我可能會去抽下，去起壓一吞，那可以吃。所以它是珍貴的食材，它是珍貴的食材。但是有時候去餐廳吃不到。但是季節性啊，餐廳我們吃到的半天筍是那種好像是虛虛的，冰龍花，可能其實一下冰龍個牽強，啊！你客家話講強誒，他以為就錯了呀！哎呀，係強誒有聲強誒鹹，對，有鹹嘛，強誒鹹，而家鹹咧倒佢哋一個蛋糕倒佢哋一條腸都無效，幾條人無效，因為有學下人當會食啦，伊都要卜，伊也會醃嘅，啊，魯迅沙也會爆紅嘅，也都要腸嘅會。上出去，壓個都跌下，壓個跌下的時間，如做有嘅。好棒哦！還會再利用這樣子哈。強嘅壓做嘅，你壓咪做嘅，他去個看一下，外面那用，在面那用，好漂亮的環保的概念，我是拿有，他去個看到，給很竹田竹田車站，好啦，謝謝香港。講到槟榔哦，你今日來一題加分題，世軍，兩個係咪得分的？加油一下，吃醬油風暴後拿。今日有帶槟榔的分，他有帶個加分題給大家。啊，
冰龍鴨，冰龍酥鴨來，要不做乜嘅？來，你嘅關注請問一下了做乜嘅？請問大家，就係咧打係咧嘅冰龍鴨嘅，我哋可以做乜嘅法通？我知道法通啊，我哋可以做乜嘅有乜嘅功用？哦，我寫不出來回答的嗎？我跟你講，這答對了，馬上紅包哦。哦 ，Andy，數3、2、1，讓大家搶答，好不好？哈，來，3，要搶答哦，不用寫，嘿，3、2、1，羅哥有看到哪一組？我眼裡只有黃心怡。哦，黃心怡來組。好，你們直接回答。當掃把掃地，掃把掃地，衝！圓通哎，唔係，圓通，紅包，來，等一下嘛，3、2、1，這樣怎麼來得及？3、2、1，你要舉手，不是舉手。你為什麼不舉手？那就選你好了。我好像也先看到他呢。哦，真的。他眼看完新語就冇嘞，他看完新語就再也不看這邊了。先給他們好了啦，因為他們分數好低哦。請回答。辟邪。辟邪，錯唔錯？還有6組。那就省你們兩個啦。你寫了，我覺得你們也會答錯，來給你。直接回答。看清人家。直接回答。就是那個像香蕉船那樣拉在地上拉，有沒有拖人？玩遊戲，我們加分，我們玩給他看，我玩給他看。某年開，對吧？太重了，太重了，拉出去，不要回來了。再見，拜拜。張磊溜，紅包，2組合力答對了。第一選答對。給2組，他們讓給你們答哎，真的。那一起分好不好？一起分，看你來補一下啦。叫他補一下哈。就這麼簡單啊！真的，以前很難哦。以前人生日的時節，就人本身睇見啥，以前早起嚟打起嚟，我爸爸媽媽要拿個桶嚟有冇？因為本身冇買不先進，又冇買玩具向下踢所以佢就係人咧滑板用。前後教呢？阿補充一下，也跟馬克六隊運動飛嘅比賽項目之一。對，草上飛。對，夫妻檔。夫妻檔，對。那一次比賽幾組？就6隊啊，6隊。6隊。然後他距離呢？距離多少？30公尺。就嚟撈一拳再鼓嚟。哦，撈一拳鼓嚟，佢買請他車位當周的啦。夫妻啊，夫妻啊。周的，沒得錢了。這去比賽還要先看身份證嗎？也要先看。不能假面夫妻就對了。貴禮服呢？唔貴禮服。好啦，阿楊就恭喜廿一吹得到嘉賓題，得到紅包。好，沙雷開題。好啦，沙雷音樂題哦。哦。啊，那個油腔出題嘅態裏邊，鐵肺歌后。哦。彭佳妮。耶！太陽好。來唱嘅行，來唱嘅行，唔管係行人也係人行，來做真就係行，愛唔是你，唔是愛，唔管愛你來也係滿意，來全部就係行。雖然飄花香，夜清陽面下，火風春香意，歡迎大家來坐下，一生嘅相思，雙手揚面下，海洋嘅速度，歡迎大家來坐下。
邀请到彭佳妮来，嘿啊，哦，那就要麻烦你了，重责大任，嘿啊，来啊，出题，这呛出题了，好不好？来，哦，真偏好的嘛。好嘞，一首歌曲呢，请问一下，黑下本哪个描述哪一个？写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赏识？一首歌曲呢，描述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赏识？彭佳慧的别名，安东马哥，谁说佳慧姐不是美女的？站出来！加分，加分。谁说佳慧？加分。我们讲别名好不好？别名都是美女。请问一下，黑下本哪个描述哪一个？写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赏识？下本那个赏识？哪一个城市的？嘿，那首歌曲呢？是由俺的文史作家吴声淼老师，还有俺的呢熊总来作曲的哦。对，他去当乡长是不务正业。是呀，黑熊正啊。做当官黑赏识呀，熊正哦。随便你要写台北也可以，你要写台中也可以，你要写屏东也可以。我都敢施工的。来看一下，鸦片的答案。怎么看？还有李家来族，屏东，屏东，以前的屏东。这边。比如谭小月，高雄，我要示意关去高雄。对啊，你看因为其他都来自6队，所以你要来小红。从有考试的，有考试的思维。是，这也蛮对的，这联想力很对啊，这逻辑很好。你们为什么会写高雄？不，他纯粹就听旁边的啊。係其他癌啦，因為上就像你剛剛講嘅考試嘅思維，係上其他條已經唔會按簡單。現在中國盾答對，那就來看馬上考得好好嘞。张國謙這個表情，那個偉倫會有點那種聰明反被聰明，不會那麼簡單的。看得對咯。對。好來，安樂琪。驗證唐迪度的歌詞。其實答案就在歌詞當中。答案歌詞裡面有什麼？海洋嘅速度，海洋的首都，海洋的首都，有冇有驗證堂冇？水岸的城市，水岸的城市，肯定嘛，屏東也有海洋的，對啊。好，我哋今日公布答案，恭喜答案！恭喜比伦小月，恭喜答对了，再到1分。你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哎，肯定啊，肯定也是。真的用了一排傻眼哎。我必须跟大家讲，他刚刚想写花莲，我不让他写。花莲也是海洋城市啊，对吧？它也是靠有花莲港的。其实我们四面环海，你知道？谁给我写南投？哇，这一题有2组答对。好，我来吹一下題目嘅。好的。接下來呢，一個題目呢，我來問一下，哈，我哋帥哥美女，哈，哪一位不是來自於高雄？好，T 呢，朱海軍，朱海軍 ，T 呢，徐展元，T 上呢，羅文玉，T 西呢？曾國成，請作答。曾公國成，那厲害的。國勇哦，國勇師，沒國勇哦，沒國勇師。剪刀石頭。國勇師服務員現在也那台灣國勇煙呢，也需要一個四角的筆啊，對嘛哈？可以用丟了，要不要骰子？太國勇了。時間咯，搶卡牌。來，時間到了，繼續。張博謙。對，你的什麼卡？你加1。4。哦。對。P 賢1賢2。V 倫小月4。你關群行義還是4？對，你知道徐展元在那邊贏嗎？佢咧屏東嘅。
狗叔，我只知道整元哥绝对不是韩国人。狗叔会算高雄市呀，屏东县，朱海军他是哪里？朱海军呢？我是因为我看嘅节目吼，冇谈过几个嘛个句号啊，谈嘅腔调啦。北市县对哦，你假会就对了。海军是美容，咖啡哦。对啊，海军是美容人呢。美容，那现在改一下。美容属于高雄市，对吗？好，海军姐拍摄啦，海军姐拍摄。对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那个呢，曾国成大哥，还有伊迄屏东的女仆诶，后起直追，女仆为你，对啊，高雄女仆女仆诶。早出另外一道题目来。好，我来谈一下耶稣歌曲哦。哎呦，好，好有好会谈哦。嘿，来。走旁天是老豆腐，一发会散步，在凉风中跳舞，忽然落下了太阳，打乱了脚步，心跳在降速，面风风看待你，爱点点看待你，相爱过。叫耶稣是爱就是你秘密中情，我创造平安道理。命嘅命嘅叫耶稣是天空给予，发出爱心，从此爱嘅显明。怎么了？发出惊叹声。这首歌刚好是男女对唱。哦，对。那清后堂呢？清后堂要出国 Q， 苏原唱哎，真的。哎呦，原唱跟他声音也一样，对不对？对嘛？嗓都没空要按讲，对嘛？有哈，有，还有加个讲一些些，他讲一些些啦，一些些。哎，他唱两条歌，要出个题目，应该老两条歌有关系咯。哎呀，这首歌真的这一次在金曲奖对呀，大放异彩，大家真是惊呼连连，恭喜！这是我们客家的这个光荣啊！是，他打给拉拉链，拉拉链，客家歌好听哈，对啊，真的很好听哈。那你们注意听喽，要出题了哈。耶稣歌曲呢，收录在2021年的客家金曲歌王哈罗文玉的哪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名称哦，专辑名称这个应该知道吧？应该罗文玉嘅专辑的名哦，唔系歌名哦，专辑的名。专辑名称哦，好像大家都知道，没歌名哦。做广播的还不知道就。猜错的不要说你在客家界混饭哦。哎呦，马上就呛香了哈！对，做梦唔差。龙八强李家当太阳升起时，披贤一贤当太阳升起时，哎呦，米伦小月当太阳升起时，关群吉义当太阳升起时。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全部得到一分，总快得到一分，送分题嘛，送分题。那表示这一张专辑真的有风哦，有风，这个清后堂。哎，给这张专辑还就是用那个什么那个太阳，对，绿的转型。罗文玉全程在这个米农，做录音，所以因为他赶紧他上了，用天而且用太阳能看不是钱。他赶紧现在走上时代的趋势，对，下次等你。电啊，对，快了，做一种，但是我是浪费电的，没太阳能，没太阳能，不插电专辑，
不插电，不插电专辑，他没有电，他唱不无出来。人声专辑，好不好？无人机专辑，无人声。好，好了，来，我们来出题目了。耶稣歌曲呢，是罗文玉跟彭佳慧共下来合唱的。对，注意听，彭佳慧在这张这张专辑里面。别名彭佳慧的别名，安都嘛个有，彭佳慧有那会怎么样？有那么一个名像张惠妹有嘞阿密特，彭佳慧还有一个别名，罗时丰叫 DL， 对吗？哈 ，DL， 好像没什么人知道。知道啦，你都讲500遍了，我们知道500遍。刚这样讲没有人知道。哦，这个很简单，很简单呢。有人在犹豫哦。好了，退出。时间到了没？哎呦，时间到，抢卡牌啊！谁说佳慧姐不是美女的？站出来！加分！谁说佳慧？我们讲别名好不好？别名都是美女。中华田李佳美女，好。你的屁钱1钱呢？草头猪小姐，阿妹是怎么了？阿妹啊！春女还有写草头猪，为什么不写小姐？她本来就是小姐啊。你给问题草头猪，因为你是电台主持人，所以你有报过他的一些新闻所以会比较了解。那你因为这边也是，他也是 DJ， DJ， 所以有 DJ 的，好。那有 DJ 不知道？我是有开过 Uber 啊，佳慧姐上来我就说，美丽你要去哪里？不怕，好，再凹嘛，再凹。好了，正确答案。答案是草头猪小姐。有小姐没有小姐可不可以？佳妮姐可以啊，可以。没错，有6组得分。草头猪，大放送，大放送。恭喜所有这个答题得分的，恭喜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很开心。有唱到我们佳妮姐姐的，让你跟上谢谢，然后再丑过的啊，拜拜，再见啊，再见。哎呦，赶着去坐高铁了，感谢哈。音乐题出掉了哈，接下来喊的中央音乐题。音乐题啊，咱可以太来宾。系啊，有唱到传令先生带来站一排队。我怕是年老生大班的就爱呀老送过流大班的就爱呀老爱上个这题咧好上诶，来美罗诶，来咧德高望重诶，他个最近咧，安尼传令先生，啲人咧客家公game嘅动态，来，加创台的张一排，对，唱出题，好冇？加我唱嘅张一排，同昂有一個果寮，果寮係指哪位嘅？佢咧就係女僕嘅田後強馬祖廟，天意嘅。就係竹田嘅總義祠，第三咧就係美濃嘅
董門樓。哦，高樓係代表1、2、3哪3隻？請選擇。來，15秒計時哈。哎呀，這個冇按好團哦。係哦，我知道應該。講帶係昨天嘅綜藝節，哦，也係田口講，也係東門嘅。時間到，搶卡牌。好了，看一下鴉片。哦，你個八強2加2，以前的 P 線係3，哦，鴉片理論啦，小月咩3，新意啦，關權咩2組大白都可以。調翻啊！要3組係3，一組係2。講好有所謂啊，係嘛？喺個講好，而家團到嘅。用團呢？猜拳啊！他們剛剛在滾那個，有點用推論的。推論是不是？你是怎麼推？我知道老師從的感覺有點像跟那種情郎送別，跟阿香港頭天後宮老綜藝詞送別有點乖乖。跟阿香港，哎呦，頭個門樓那邊啊，拜拜，安尼。哎，有冇人跳啊？天哪，你這個柯南看很多哎。哎，先生錯唔錯？安尼恭喜天爺唔錯。天爺唔錯，其他都出嚟啊！其他就出嚟。你農嘅董門樓，叫做什麼呢？即以前嘅哈叫讀書哈，也嘅許多愛去吟詩作對，許多嘅董門嘅蛋糕哈，有講價嘅情郎啦，大班佢講到當蛋糕去，哈老年嘅吟詩作對，哈也做安到董門樓。哦，所以家維倫夾嘅，你講嘅係錯嘅咧，嘅推論係錯嘅咧。有嗰種推啊推。但是我很會做對。你是跟誰作對？跟你作對，跟誰都做對。不要這樣啦。好，那麼接下來我聽多呢係要講創佢嘅元宵，對嘛哈？大概就係元宵節嘅時間哈，阿姨有呀，聽下面龍嘅一個六隊嘅地方，有3隻答案，第一個就係按照自拋果，再出題了，也能可以題咯，哈，按照竹果拋哈，那個聽嘢都係六隊嘅運動會，第三個就係半條節，嚇3隻答案，這樣答案。請作答。第一張係自拋果，第二張六隊運動會，第三張半條節。就剛才有創到係南部客家地區嘅鐵樹元宵節嘅活動，佢都係特殊的哦，13，鐵樹嘅元宵節嘅活動哦。唉。好了，時間到了，來先看鴉片。你有都冇買自信哦，你嘅恭喜，哎呦，全部都係1嘞，全部就對嘞。恭喜，全部大家地方只是在大概屏東市嘅林子內哈，嗰邊有3個王廟，韓國嗱係佢嘅當年嚇到大概元宵節嘅嚇，大概唔係箭炮上，加做竹果，用竹果用自拋誒。哦，屯昨天嘅箭炮廠嘅冇空樣，係冇空樣，竹果拋，啊，空樣啲竹果啊，當然。也竹果，有竹拋啊，竹果，對，這最頂的那邊。竹果綁的。竹果就是竹子嘛。還有繞上去就出嚟。個竹果呢，哈，個拋跟那個屑跟那個碎嘅東西啊，哈，可以拿進去屋卡，可以撇下。哦，沙鐵嚟嘅度，記得唔咁咪梳梳下就拿嚟係啊，係，佢有撇下作用嚇。韓國嘅辦嘅口味有嘛嚇，係啊辦嘅地都有神廟3個王嘛嚇，辦嘅口味時間啦，係可以供養做你報平安，撇下也仲係作用安尼。得晒人衝到那一辦，可以辦，可以名記嘛，對啦嚇，竹果拋，像竹果拋，安尼特別，比如講當年專於刮子嘅時間有冇？啊刮子刮得沒有打紙拋誒，哦，特別要撿竹果都撿到我。我買嘅超長嘅啊，沒有，因為啊紙拋佢係我準備咩，哦，動作啊做一。咁你西上府嘅竹果啦，有等人奇怪，佢都唔掂，那西上府用。係啊，竹果都拿嚟哦，倉定啊，佢啊打紙拋嘅竹果呢，佢逼佢嚟嘛，逼佢嚟就會有屑跌下去，謝謝。
来，也出下一题节目，下一题题目来下一题来。音乐题，猜谱挑。出题了。陈林老师，你唱的那歌哟，啊，这本有客家味道。哎呀！可能个做到那也个乐队去的，所有个乐队的影响。对啊，贴片有客家味。贴片有个味。奇怪。好了，哎呀，麻烦陈林老师出题了哈，大家好好听一下，好的。该请问一下，那个蓝衫，哈，乜该演员係藍色的？做埋藍衫，咪係藍色咧？褪色啦，做埋。好，好啦，請作答。哎，我都買一點藍色的。還是又有鐵質鐵質不是紫色嗎？做化學變化。化學變化。加熱。給反挑啦，反挑了。我誤導一下，看會不會有人中計？說不定有人哦。我知道有可能。藍色的係啊。藍色的，做埋藍衫係藍色的。對對對。它是植物染哦。時間到，搶卡牌。哎，怎麼看？好了，先看一下片哈，來。我給什麼？大金植物。植物哦，太簡單的了。好，呀，P 線一顯，植物染就是藍色的。裡面係沈紅做那些藍色，不錯。你身上穿的，看不到的地方也是藍。真的夠。哪一種藍色的？呀，片呢？比倫小月植物染色。關權含有形意黑，因為大海是藍色。我天空也是好有道理哦。高雄看的面海啊，所以他们你的意思是把衣服丢到海里，它就变蓝色。是，就是小时候讲，有点意思就会很懂，我觉得好可爱哦。植物染还有它是什么植物啊？有公庆除哦，对吗？假如真的有对加10分，好吗？但是写错字可能会扣分。跟你有没有像那花蝶恋花呢？哎呀，蝶恋花也是蓝色啊，蝶豆花，蝶恋花是一首歌，还有那个游览车公司的。大金是李家想的啦。哦，大金，我想的是冷气机啦。大金是哦，大金就错了，按欣賞有錯了嗎？如果喺個比較較正確嘅翻啦，嗬，幾片咋？哦，是的，我不敢地講。大金植物，大金，大金，大金，哎，那而家兩組呢，ไม่可以講對。哎呦，植物染的抽就抽了。哦，所以植物染都可以。對，植物嘅關係就抽了。但這個組呢，比較離開現代。懂遠咯。哦，你誤會。我以為他為什麼要染成藍色的？哦，中文不好，中文不好。他是理解力不好。也就3組抽嚟啦，哈。有3組答對，恭喜，各得1分。恭喜，像剛才他們的大金，大青，
大青强色的强，强色太强，太强色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啊，那太大青强，太强是青色的青，不是金，强，青天的青，係啦。但是你加兩隻醋頭絲嗬，可能怕你是香港嘅醋嘅強安尼啦，所以我要分答對嘅。好了，好，恭喜了啊！恭喜上主，沙好了，要提來，提嚟翻啦嗬，有個藍傘啦嗬，佢有佢啲咩色啊？一有3種嘅花色，嚇。也有嘅像你咧蝴蝶樣嘅，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有用啲咩？天咧，兩個就係太陽，有日頭。那個天上咧又有強色咧，有植物，有兩個松葉。松葉、松葉，也係表示乜嘅意思？兩個字有一個意思，請錯答。只有一個哦，每一個各有一個意思哦。對，個別代表，各自有一個意思。像各代表3個意思。用一嘅日頭，用一，各自有一個意思。松葉，對，有3個代表。各代表呢？對啊，清淡的吼。兩個不一模接受這個太陽蝴蝶代表什麼？哦，真美麗吧？太陽代表什麼？真的代表什麼？真的很綠。蝴蝶哈，真的很綠。七加加大聲。哦，3個答案，3個答案，一個最分哦。哎呦，3時間到，搶卡牌。松葉代表。來，先來看左白劍李家大兵群劍重書哦，人哋以前還有批前係講精神刺眼，我發現咁樣用過好，來自比倫還有小月兩碼事，還忙出家咧，上忙走條路長春哦，來自關群還有新義嘅係。美麗希望重書，各自有點道理，有一點對，但是就是差一點點。哪裡差？那邊差到哪？正確嘅答案會嘛？對，也就係蝴蝶用一呗，表示係。蝴蝶係福，他還一回是老師個蝴蝶嘛，蝴蝶就代表福嘛，福祿嘛，係福祿嘅意思啊，福哈，一個太陽就係日頭，祿哈，福祿的意思祿哈，好啦，然後一個松葉，福祿壽，長壽，福祿壽，風國長青嘛。你們有真假知識嘞？沒有，真的。福祿壽，對，這兩三個意思。再一個紅包題來，摸一下。沒有了。請教一下，一旁邊黃色係代表乜嘅年紀嘅小妹？黃色哦，90要搶答嗎？有區間嗎？也有區間。想答就答，不想答就算了，反正也沒什麼獎品。長壽啊，那就100。哦，是不是？啊，安定一定很老，因為他給他放到黃掉了。對啊，復古了。哎，傅老師應該底嘛？已經講有加係冇加係已經。有加冇加。冇結婚。黃色係代表有加啦，黑色代表冇加。韓國一個五色咧，表示講已經結婚咧。結婚老人家嘅。對，嚇，阿張下你喺亞洲作個條有加。炫耀啊！係對，亞洲係追求的話不能追求他，這只有要填發邊那一個就可以追求。或是這邊是白的就可以追了。還沒嫁的就很忙就可能還是那個。歡迎來探聽，是不是這個？對，來探聽一下。對。就感覺 pass 嘞，pass 嘞就。老師像這種全身白的嘞。
全身白的哈，白纸一张，魔音哦呀，没有人要的，是不是？你不是也全身白？好啦，特别谢谢川林老师啊，还有六回了，对，手掐了，谢谢谢谢，好，来，回头休息啊，按姿势哈。六队下比赛，这个有力不错，呛下一点。哎，不用让姐姐啊，绝对不会让姐姐，年轻才是本钱。好了哦，哎呀，存到2米专家了，你父亲常去观察的哦，不是跑路了，跑路了，我还量到钱就跑路了，还当乡长当到可以跑路这样。好啦，开玩笑啦，我还以为要献花啊。乱讲吧，见。哎，大轮进行抢答题。好嘞。抢答题嘞，你的2米欣赏哦，准备好了哈，大家准备好了，抢答哦。南北的差异啦，北部有北部的语言，南部有南部的讲法。通用的东西讲法无通用哦，哈，他就要谈清楚了哦，哈。欣赏题目出题以后，我说请抢答时间，台前来听书哦，准备好了哦。好，哎，你先来抢4个。T， 注意听哦。鬼闹哦！请抢答。我们真的，拜托，真的，我们刚最后一个呢，哦，应该是8条了哈，总8条。请解释。就还懂讲的意思。懂讲意思，错不错？恭喜！叮叮叮！下轮快一。听你题，冲牙抢。请抢答。好，冲牙哦，一眼呢？拜拜。哎呦，你冲牙，答对了，恭喜下轮4个。再来哦，第3题哦。好嘞。认真哦。第2个。哎，咪，先来，你家，就还乖等陣乖厲害，懂厲害嘅意思。錯唔錯？下來題，哎，快一。好，第7題，很多反干，請講答。好，你馬上。反見。好，8條。房間。唔錯。錯。再搶答一次，請講答。反見。好的，V輪。反酸水我知果。道，該啲，唔錯。該啲，錯。你家環境。環境。好，唔錯。有沒有提示？好，提示就是一種清潔用品。再念一次。反干。好，再搶答。好，1人。好了，沒有心語先。肥皂嗎？好。搶，下一題4個。注意聽哦。弄想。好，請搶答。哦。好嘞，你看他講。不用想。不用想，夢想。哎，夢想。沒有。哦，還有人要回答嗎？8條。夢想。不是。你講。亂想。唔錯。提示一下。就係唔盡買㗎，冇要唔出去了，唔貴去，哎呦，帶點會懂事。來，宅女。唔錯。不是，伴手禮嗎？伴手禮，還有答對了，答對了，下一題。好來殺了，可以。上一題很多佛必嘞，佛必嘞，佛必嘞，請搶答。完了，我必然有個童謠。有嗎？沒有，搶一人嘞。就是那個牧羊雕的那個牧羊雕叫什麼？牧羊雕就是那個牧羊雕啦，牧羊雕啊，下一題，4個。注意聽哦，講那，請搶答。講那，評論。講笑話。錯，答對。厲害啊！快一。下題，妹妹，請搶答。來，妹妹，你講。是每次。唔係。背着洋娃娃。來，8條。妹妹是一個親戚的稱呼。妹妹。阿姨啊，阿婆。妹。阿姨就會阿姨啊，妹妹。把妹啊。爸妹是爸妹。是爸妹哦。來，提前。啊，這邊親戚。媽媽。關鍵。來，關鍵。姑姑呢？再繼續往那個方向猜，快對。你們沒有，5輪猜完了。來，好，你講。
姑婆，姑婆是姑婆，妹妹，还有吗？还有吗？妹妹来，婶婶，姑婆姑婆对吗？对，再来一题，思君。来，这是一个状态哈。冲开，请抢答。这有情绪是不是？加油！把枪，唔错，痛快吗？唔错，冲开，痛快，开心，痛快，唔错，唔错，来，放松，冲开，放松，冲开，冲开过来，冲开，啊，我提醒，赶快，快，李佳，好，你啊，快，快，嗨题项可以，嗨题项多，喇叭的，喇叭的，阿丽嘎，完了，对，好，再来思君，前面有白来，再来，提示，请抢答。哦，这个蛮难的。提示，你怎么个提示啊？你要按提示呢？怎么按提示呢？那就很小气吗？你说大场的，来，比伦，提示，你怎么来呢？一个提示啊，你周围没呢？臭屁吗？提示，提论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好难提示哦。对呀，就是很提示，很喜欢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好，李嘎是恶作剧吗？哎，不是，提示就是懂傻批吗？没打傻逼，提示就是我不是故意的。的相反是什么？故意的。就是小鸡啦。你跟我想的一样。不是，这好难提示啊！哎呦，提示，这题送分数，松本开讲了，松本开讲，就是故意挑事的意思啊，有点故意的意思，就是不是故意的。不然这怎么提示？你们提啊！思君，讲下妹妹，嗨一组，事故，请抢答。押韵用事故用的。好了，事故，就是这个人很世故。你说，没，还有吗？来，李伦，小叶，哎呦，固执，答对，哎呦，厉害哦！再来，嗨题，快一，嗨题，太拧啥？太拧啥？哦，来，一眼嘞，就大人啊，对，大人，长辈啊，思君，来，押韵亲友好。 You have， 亲友好，请抢答。优秀，大强，不错，孝顺，很有钱，富有，哎呦，哦，比伦，懂吗？有钱啊，有钱，答对，我只答对啊。啊。下轮，来题嘿，快一，最后一题了。哎，请站满，站满，请抢答。就是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站满好。哦，魔鬼记者在讲多六堆的法通啊，很强哦。你负责卡数题，他负责回答。对。好，这样我们的题目就问完了。啊，总共的生题啦，哎呀，啊，这样有谁答对几题？哎呦，我千改变是啥题？全部 Andy 里来这个知识王，哎，知识王，跟题目这个两个单元呢，八强还有李家的13分，李姐13分，奇异公平12分，而且冠军呢，李伦还有小月17分，恭喜哈，5000块奖金，所以你看，南北的差异真的好奇怪啊！真的，有的发工真的，汤唔顺呢，汤唔顺了，哎呀，懒趴嘞，嘛有他也，喇叭嘞，像在挑丝咩？提示，没事找事做这样子，对，有点故意的意思。你看，肥皂。啊，反件，根本糖唔是啦。哎，你有那茶菇嘛？对。哎，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可是不确定北部是不是这样讲。请问一下，眼镜蛇客家话怎么讲？好像看到就赶快跑，看到就赶快跑。眼镜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没有，它叫做反酸标。反酸标，对，很少人说，对不对？因为它在芒果树上这样子，反酸就是芒果，所以眼镜蛇就是反酸标。反酸标，哦，好懂哎，好懂啊，长知识了哈。对啊，没有这一次我们考美浓的语言嘛，下一次再请啊那个医学哈。来考少安的阵亡，确定会有人答对吗？不然上课可能很难发到来宾，10人都是发了哈。好，你来单眼就结束了，结束了，恭喜伟伦哈，这种成员。恭喜李伦还有小月。好嘞，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6对运通 V， 好嘞。
哎，亚锦行有个单元都6队运动兵。哎呀，准备好的哈，看看，哎呦，装备已经都很齐全了。哎，你两边弄一吹，那比赛之前来抢高一下你凯伊啊，凯伊就来了6队嘛，来自6队当然就有运动兵哈。是，同嘛，跟刚才傅明雄老师有讲嘛，因为朱一贵事件之后没有留个营队哈，对不对？啊，因为6个营队之后呢，就把那个营队改成6队，6个队，对，就是那种很淫荡的队伍。对对对，就会跟腿啊，岔题。然后每一个地区啊互相联络感情，所以才有了这个6队运动会。啊，那么重要的6队运动会其实开谷包啊，我头给抢来喝啊，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有趣的，根本就会让人拱抛奖抛赏啊。但在摄影棚里面没办法嘛，对不对？而且你们有没有清神器啊？还要去竞赛哦，赶快来！你两个吹唔係要一般球嘞。对，还是要讲真的。我没穿鞋垫就值得了。对，难怪你国签是吗？我刚刚没看到你才对。哦，你俩踢馆嘿，6队接力赛。好呀，我们请闹热队哈就位了哈。迷吹呢要轮流穿上我们的魔鬼毡鞋哦，难怪披头一张迷头，你看，看这个有看，魔鬼毡鞋在跑道上来回接力，这段时间呢就养嘞。哎呦，这段时间好了，好就位，好请就位。先抢一点，闹一吹。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啊！预备。哦，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哎，精神喊话啊！加油，闹一吹！哦，加油！哎呦，前段的时间就这样了哈，来，哎呀，好来，预备，加油，加油，加油！哦，方可怡，可以加油！哦，声音，加油！这个用力不错，不错，难怪狗公腰哦。加油！声音加油！是看到李佳在前面了吗？加油！哎，万里嘎，小心吗？危险吗？这里好好看啊！哇，你浪费你的长腿嘞！最后一棒，提前加油！跳越远越快！回来！加油！加油！你的胸罩小心啊！我以为蛤蟆来了嘞！加油！1分19秒，19秒，很棒！啊，所以你们有信心，你今天太弱了，是不是？等下不会闹笑话吧？不会吧？他们用蛙式过去，你们不会自由式吧？你们应该1小时19分啊！也没看脚床，没比赛追啦，不是拼嘴的啦，先开始。好，擂台队请就位，好来，加油！好，准备好没？加油！预备，拖住老鸦片，起，好了，小燕，大家都叫声很大，没有击掌，哎，快死！你刚刚说谁？李伦，不见得会赢哦。行，快完就推倒了。抖慢一点，行，小心啊！真的不好。关群，重来，点高了。没，从这里就开始，就两片嘿，节省时间嘿。有点太强了，这样还跳嘞，一眼呢？哎呦，给他跳远高手，好，PQ。
好来，时间是多少？一斗。1分1秒。擂台对吧？擂台吹呀！擂台对啦，哎呀，不行不行，我们要加赛。这样一次定30好像也不对。我们要加赛。哎，高本给的赛外赛嘛，会外赛。还有会外赛啊？对啊，我给的比他。我让我来搞啊。笑，我觉得还笑不够。加码赛，加码赛。哦，加码赛有。不过我很简单哦，分区派出1场，各队派出1个人。来，好，我们接下来要我先好了。加油！我们这一场比什么呢？宝宝爬行赛，用牌哦。开始啊！用挑的模案改的，用牌，可能较惊哦。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哈！好来，快爬过一。宝宝爬行赛。爬过转来嘛。先宝宝。一转就好呀。一转就好，一转就好了哦，很轻简单呐。好，啊你懂讲嘞。大家拢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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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到漏油？加油！加油！好来，预备。有牌哦，有牌哦，去，膝盖要碰到，哎，加油！那么难哦，我们肚子摇了。对对，哦，好像抓周的感觉。对啊，抓周。对啊，这样可能要换我在前面，小孩子比较会换过来。对你比较有奶可以抓。哦，3轮，不，领冠军。好来，冠军哦。冠军，加油了！刚刚13秒哦。迎接13秒，我们13秒哦。快哦！冠军就会拿到1秒，好不好？好，冠军来，来，预备，起！爬过去装备都掉光了。对啊。哎呦，他这样还输嘞，16秒。无阮细阿妹个分到100几分。细阿妹。好，细阿妹同我说，真的吗？还要骂细阿妹。好好，来，好来，哎，各出派出啊，派一个女生代表来呛下一下。哎，不要让姐姐啊，绝对不会让姐姐，连你才是本钱。很呛哦。那我有什么？你要奶奶，你有我，你不要让姐姐，要让妹妹。对，妹妹就是婶婶了。婶婶好。好了，准备。好，准备好了没？好。哎，安尼闹热队先了，好不好？好，闹热队准备好。加油加油！李佳加油！好来，预备，起！李佳加油！你看，20秒，啊，你比冠军还慢。哎呀，真丢脸！这个年轻要怎么用？现在换妹妹了。所以你不要比他还久。对呀，不要输他哈。好来，妹妹你凭实力。好来，婶婶加油！预备，起！好来，那么难哦！加油！妈妈在前面，快！几秒？6棒没有？16秒！恭喜！刚他飞到一个变成满意。哎呦，博千宇，好来给你一个红包。好好来，还有下一个游戏哈，很期待哦，很期待哦。好来，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来。路上跳跳河。
罗哥，哎，一张，还有一张，急了急。哎呦，金场开一个团圆，要到单人了。跳河。路上跳河，哎，这么多路上跳河呢。哎，因为这些影片好像你根本有准备通过了水里的动物，在路上玩。哦，没有，我们来请一下凯伊了。然后你的运通费有关系啊？其實今年嘅六隊運動會嘅美濃啊，有嘅好多飄河。我話今年嘅飄河非常嘅特殊，因為美濃嗰度台中叫台河吧咩，嗰度水嘅灌溉用嘅，按個。家下呢，如果都是算運河用嘅嗰種啊，麻木安泰，都差唔多，安尼看，安尼個拼圖啊，拼安泰，係錯。啊，伊定嘅比賽方式係第一步起腳踏叉，安尼進階，對，那其實難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建議就公差，30公差係嘛？30公差可以洗哦，多終點就可以，唔是在雜湖嘞。哦，但是因為河，我們這裡沒有河啊。你就點多高了摩巴，就是陸地上玩水，想象力，這是海洋。對，但是我們把這個動物都請到棚內了。你的鱷魚有沒有兩棲動物？還有鯊魚，小鯊魚，兩樣蠻高的。係啊，那樣講。因為還有兩區吼，分做兩鯊，一鯊一雞有嘛？一個鱷魚，一個鯊魚。對。啊，在區域裡面，你的頭前還有幾個？海豚吧，還是鯊魚？鯊魚，嘿，你有兩個頭前吼，還有後背哦，有一種胸片。哎，個兩區呢，就要去把給你弄回一區嘅。4張照片組成一個圖，馬撒前拿到2種胸片。組合起來就養嘞。那在哪裡組合？東紅隨便啦，就2東紅啊，兩邊組合就做得嘞。有槍刀會放哪裡組合？槍刀就夾組合下去咯，要保護起來。好，要保護起來，對啊。是。啊，有台幾個有了解嗎？有。商業區旅遊區哈。好，那準備好了哈。準備好了。哎呀，各自代表。啊，先請第一組的代表上馬，不是上魚。兩位代表上魚。上魚，加油！你哋農業區看伊還有幾個呢？擂台區小月還有 V 輪。好來，好，其他3位往這邊來。好，牙區加油哈！我們來看熱鬧，實況轉播，看一下大家的醜態哈。好，小月加油！來，準備好了。好來，拿出運動家的精神。好來，預備起，好來，加油！哎，好快哦！你跌到水里了！哎，你不能離開魚啊！哎，加快魚，你淹死了！不能離開魚，他們變野生鱷魚了！哎，全部正了，還飛起來了！你的麥小心！哦，聲音！哦，結合了！哦，加快魚，那有酸差唔錯，他離開鱷魚了。鱷魚啊！上鱷一開始他就離開。對。沒有，哎，南部節目看也請，對啊，對啊，而且你應該游泳技術很好了，所以你可以離開，嘿。因為你離開你的魚了，嘿。我沒有他也可以啊，你沒有他也可以，那你就不是魚了。哎，屁股不要對觀眾，好不好？來，可以來。哎呦，就抹酸吶，對，因為不能離開你的魚。測試版，對，測試版，然後再玩一次。這樣不算，別人玩，換別人玩。換拍手，還有。所以剛剛叫示範，示範賽，我們重新再來一次，哈。好了，好，來各就各位。哦，進行聽一排。聽一組已經準備好了。哎，聽一組會男對戰。剛剛第一。鬧一吹。啊，對，各天給誰來啊？哎，給誰來？擂台吹黑冠軍還有4個，加油！來，哦，4個男生一起角逐，好了。一起好來，預備，開始。加油！他要加入在哪裡？他要
双方对峙哎，这条鱼是怎么了？这条鱼。我的。后面拉后面，后面手抓住后面。你快出海了，你快出海了，回来了。走光了啦！给我走光了啦！还有一张，加油！给我！洗手嘛！别对，只有3张而已。皮肤给完了吗？对。皮肤给了。你干嘛？皮鞋。我们赢了。快啲咧，给答案出来咧！有啊。就系郑贵生。老年区这一分。厉害哈，厉害！皮鞋呢？很累呢，很累呢，真的。真的男生摔跤选手，我们这一队都靠他呢。真的嘞！你好强啊你！又会攻又会守，还在。我们的都还在。厉害！那2只鱼还出来。训啊！对。好啦，冇啦，都清冰啦。这边老热吹痒了哈。老热吹痒，第2回。第2回啊，老热吹痒。变态了，又变态了。好了，第3回。第3回合。对，同乐一下啊。我刚都讲哈，我的坐骑小沙。怕这个承受不了，那制作人要特别承受。没有，其他你叫他小沙，那是大沙。你看大小只差那么多。等下游戏结束，这只会变这只小只的。变得好远哦。妈，不要这样，我左手比较那个嘛。对呀。而且我腿长不适合那种短的沙，你知道吗？腿长的部分。真的啊。用心良苦。做那感觉回事吗？我脚酸了。好来，1、2，开始。一张，还有一张，急那紧。我有，罗哥，我淹死了，刚才做，没有，罗哥你在干嘛？有啊，我已经3张了。然后4张。有了。所以我们，然后等一下，给我，几张？记忆给我，你不同队啦。好，都有了。我赢了。要拼起！刚刚差点跳下海里面。刚才淹死，我已经淹死了。岸边有好心人救我。刚刚摔出去。我觉得最辛苦的是那只鲨鱼。真的哈。小沙还很好。罗哥蛮灵活的，他这不是鲨，他是金鱼。还可以，他是杀人鲸。罗哥蛮灵活的，他绕大半圈。好了，那这样我们赢对不对？平手。俺家的高模后高了，再来一个加分题好吗？加码好不好？好来加码，来，好。你个清明的加码赛，我忘記咗一吹吼，有啲紅包啊，兩個就得到紅包。兩個有紅包。有錢冇窮哦。
两个人的脚底哈有一个字，哎，福州两班，先拼出这个字的就赢了。好，先卡数，你要出来。如果看到对方的字是什么字，你就举手。哎，你就卡数，好不好？卡数，好吗？哎，用左对哈。好，来，好，预备，加油加油！起！今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加加对。哦，今年的转身。翻出来，把它翻起来，翻起来！哎，不能离开你的鱼哦！脚力赛有没有？看谁脚比较臭。今年的奥运那个柔道那个叫什么名字？杨永伟，嘿，时间的时，哎呦，时间的时。红包要分比轮啊！来，注意哦，手要记得消毒哦，哈！我的手才要消毒吧，很粗。好，所以跳河，哎呦，好玩哈！好搞，大家运动一下，好热，好，好了，按照这个单元玩完，我们还有下一个单元。哎呦，还有一个单元喽！到，哎，要上回合。地局工厂第6队工程技。对，我们派出两队的代表。你看这一副就是那个土匪的样子，有没有？盗贼。还有义勇军队。他义勇军，我还以为农夫队。哎，你们现在理论很像哦。对。今仔日风景好，我来跳给您草草，哎呦，你看一关就懂，很恐怖哎！我还没踩上去，我就想流眼泪了。懂电影讲哎，俩吹嘞，俩关没亲男呐，一看就知道嘛，对不对？俩关就福州六吹哈，盗贼队、义勇军队哈，就从你们的起点开始起算，大家看谁能跑越快，遇到对方的时候，不管在哪里哈，就猜拳，输跟赢哈就吃奖。吃脚吹阿给跟输跟一吹的就补一个人上来，赢的人继续前进。好，快马撒一上赢就好咯，都对方跟吹跟起点就一样嘞。一上赢就好，太极卡了解吗？了解。各自的起点在那里。对，这边是义勇军，那边是盗贼队。好，来，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哈。这样看得出来你们是身体到底有多健康，还是多拉惨？按你哈了，这是他们的那个。这是我们唯一的休息区。好，来，好，准备好了。集合了。好 ，OK， 击掌，预备，直接过去的，直接过去。好 ，OK 吗？好，预备起，好了，快是。那么快！哎呦！等一下，剑斗山的不，回去！差点输哎！快！义勇军队呀！动通，原来哈喽，胜利就在眼前，呀，春药了啦，兵败如山倒是怎样？很厉害，刚刚新宇他差一点哎，对呀，邪不胜正是这样吗？真的，哎呦，刚刚那是测试版，练习了，第一轮测试而已，一百几分啦，再一轮好不好？所以刚刚那个不计分是不是？计分，也计分，计分吧。计分，好，那么严格。刚刚前面2个单元哈，用到单元已经1比1了，闹乐跟擂台都各一分了哈，所以这一局是关键哦，好不好？对，2分哦，好，一下加个呢，义勇军队，好来，这样可以走比较远。代表已经就定位了吗？起跑点是谁啊？换人，对，刚等了一下。对，
说，哎，这比到哪里去了？看到大家外八 O 型腿走出去有没有？哦，我跟你讲，3战2次了，好，跟哈吉一样嘛，哈，哎呀，那看第二次是慢一样，好吧？你个加油！李佳，好，阿勇准备好了就开始喽。好，预备起，冲！加！哦，东家加油！进了3步，快！哎，李佳身体很好嘞，脚头步，剪刀石头布。哎呀，可惜了，太僵了吧！哎呦，剪刀石头布，哦，哎呀，快，快，快！其实有时候懂难讲嘞，剪刀石头布。哎，快！哎呀，可惜啊，金鱼！哎呀 A few moments later， 闹热队，快点！石头布，再见。快点闹热队，快！3战2胜，哦，真的，连续赢了2次，哎，连休养6败啊，说的嘛，哦，还可以吧？还可以啊，身体还 OK 哈，还可以，哎呀，刚看一下就行到像谁甩啊？讨厌，哎呦，好严重，大家想要加码吗？不要了，别加了，那钱你们收着。哦，按照总成绩按照统计一下哈，都带什么呀？哎，哦，擂台队2分，闹热队1分。好了，我们输的那个队伍也要惩罚了，对，要惩罚一下哈。请输的队伍站上我们的这个健康步道，你会得到健康的人生。好来，站上去哈，交互蹲跳，我们有运动家的精神，3次就好了啦，不要5次了。我帮你监督他们。哎，就马上选我让个不呢？3败就好。哎呦，可怕！好来，交互蹲跳5次，好来，预备起，1、2、哦，假的，3败就好嘞，有吗？有嘞哈，太极有嘞哈，谢谢。哦，更加好了。哦，辛苦了。公公唔可以咩？6万金币啊，4万，你啊身体会变同哦。镇定，真的讲真的啊，没骗你。有啊，跟行义公主都变了，眼睛都清明了，眼睛都亮了，对，看我有没有比较帅一点？超帅啊！帅。好了，哎，希望要这种特别计划案哦，可以常常来搞一下，弄一下。哎呀，大家也很开心。这个就不用了，谢谢你们知我们有没有这个？如果黑公有买就买一架。来搞一下嘛，那是身体健康啊，对不对？哎呀，谢谢各位来参加，是赚到健康。谢谢各位来参加了，今天谢谢，对，我们节目也开始要报名这个歌唱比赛了，这个专线了，真的。6666766传承天发朗117778 132等台起个大天发了。哦，大家哦，非常大家大家来哈，高兴哎，没有大家呢，辛苦的评审老师啊，评审老师，谢谢小张老师。